台南文化中心今年是第37年，今年特别用"听森林在说话"作为活动的主题，并结合人当艺文廊道的政策，对文化中心为起点，一直到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的周边艺文空间，让市民朋友会用做伙来体验一个丰富的艺文活动。今年文化中心的开幕特别邀请到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以10月2号到10月3号的下晡3点，拢会带来演出。透过因一连串的表演，替活动来游开序幕。嘛特别伫记者会之间邀请到2个布偶四卡为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抱着非常兴奋、开心的心情，能够来到我们文化中心，准备要庆祝建馆37周年。以及仁东艺之森的一个活动，记者会。这个活动是从10月2日到11月30号，几乎囊括整个10月跟11月的活动。我想，台南文化中心在全国来讲是一个很久，但是还是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一个活动的地方，尤其它的场地音效非常之好。这37年来，除了小的部分之外，我们去有时候漏水或工程小修缮之外，其他大体都还很好。所以呢，为了要继续维持台南艺术中心的文化中心的这个荣光，我们也市政府编列了1000万的这个规划费，希望跟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来做好文化中心的整体大修。那这一次因为有仁东艺之森这样子的活动的串联，我们也连接到了巴克里公园，甚至到了奇美博物馆、石鼓文化园区，甚至在这一个仁东艺武廊道，还有很多的艺术家的美术馆，那我们都会把它纳到里面。那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张惠郎教授来帮我们以森林为主题的策划了一系列的展览的装置艺术。所以在10月2号到11月30号期间，不只是有表演艺术，还有很多的视觉艺术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那值得我们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年嘛，为着要让民众感受到无同欣赏艺术的方式，特别推出3种分别透过行路、骑脚踏车，还是坐巴士的方式来设东区到仁德区的艺文廊道。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